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，今日推介嘅就係呢一個啦，升級版即溶上湯，韓國冇味精提鮮韓鮮上湯啦。嗱，平時我哋打邊爐咧，不外乎都係麻辣湯啊、沙爹湯底啊、豬骨湯底或者係芫茜皮蛋啊，有時都會悶悶地噶嘛。嗱，不如就試下呢一個啦。嗱，呢個韓鮮上湯咧，佢用咗7種嘅海產同埋23種嘅蔬果精華，所以愛嚟咧做湯底非常之鮮味嘅，又有新鮮感啊嘛。同埋平時咧，你中西式嘅烹調啊、煲飯啊、煲粥啊，任何嘢咧都可以試下用佢嘅，而且佢有4無保證添。嗱，邊4無咧？就係冇味精啦、冇防腐劑啦、冇人工色素同埋冇呢個化學添加劑，所以食得健康又放心。而且佢仲榮獲過2021年首爾國際食品展嘅食品創新大獎㗎，所以品質咧超有保障嘅。嗱，平時市場價咧係180蚊一盒，而家我哋健康磅立優惠價99蚊就一盒啦，非常之抵買嘅，所以大家不妨嚟我哋嘅攤位 D13 同我哋了解下，到時見。